后来为着要来降低着肥胖的问题，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进行建议来推动糖税，引起着争议。这回伊是要求每一杯饮料拢要标示含糖量。食药署讲，因3月份就要求业者要来标示饮料的实际总量、总糖量甲总热量。到时阵开始来实施，若是标示不实者，上重罚到400万。这个措施，这食药署本地是明年才要来实施，也毋过立委是要求讲2个月后就要开始做。热天做侪人会啉冰冰的饮料，但是这杯啉落去了后，可能一天的糖分就过量啊。随便的一杯饮料都已经让它超标了。就算超过标准，但是袂少人嘛是感觉讲先啉才讲啊，甲糖分放一边。国健署的调查，65岁以上平均一礼拜啉超过2摆，年纪愈轻啉愈侪。13到15岁，逐礼拜有超过一半的人拢啉6摆到7摆以上，16岁到18岁嘛差不多。我自以为无糖饮料就健康了，可是我同时我在吃珍珠的时候，我可能不知道我到底吃了多少的糖分在这杯里面。立委要求把糖分就写伫手摇饮料顶悬，但是食药署早伫3月时阵就讲过啊，现场做的饮料爱写饮料的用量，还有糖分、热量，若是无老实写，会使重罚400万。但是时间已经过啊，即马咧。业者他们在这个执行面，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疑问，都能够清楚的揭露，这个部分要2个月内能够上路哦。那最好是能够也在标签上能够标示。原本是2021年才要开始全面拢爱写糖分有偌济，立委即马是对较无争议的议题先开始，慢慢啊推展。